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要食咧，你要接啥？无啦，要介绍啊，我袂记讲阿陪你啊。好啊，会使啊，我有开啊，你会使自我介绍。好，阿弟你好，大家好。我算红。咱又搁倒来接续咱顶一礼拜的即个台语俗言，就是咱之前发过，伫咧即个 Instagram 甲 Facebook 顶悬，拢有。你知影 Facebook 改名的代志无？毋知呢，因为我一向无啥伫关心这有诶无诶。而且我 Facebook 来讲，罕啊，罕你用就对啊。有啦，加减啦，去看一个孙仔囡仔诶好笑，就阮一个孙仔伊直拢会甲因诶囝囥去顶悬去哩。有时啊嘛看着真好耍，嘿，甲伊人甲安尼，敢若啥物物件哩？莫安尼讲。即个 Facebook 伊本身即个软体即个平台的名无变，但是伊原本的公司掌控即个 Facebook 平台的公司，原本叫做 Facebook 共名，但是打叫做 Meta。伊就讲伊要推广一个做元宇宙。我若照即个名硬翻啦，因为台语目前无即个正式的翻译。Metaverse 英语叫做 Metaverse， 意思就是讲真歹解释。简单讲就是，除了讲咱打伫咧网络顶悬，透过你的手机啊，透过你的即个电脑啊等等，你是毋是会使伫无共款的平台，甲无共款的人互动？不过咱是透过即个影片、文字、声音、图片、图像即款的物件来图像啦，来看即甲对方互动。咱有法度看到就是安尼尔，但是有可能咱会使透过即个平台，就敢若甲对方面对面接触无？安尼敢若有一丝恐怖呢？有可能无？其实是有嘛是有可能，因为当有所谓的即个 VR 甲 AR， 就是叫做扩增实境甲虚拟实境。虚拟实境是 虚拟实境是 VR 啦，或者是 AR。等于敢若咱的视讯共款嘛？比视讯搁较像是你的，譬如讲你会挂一个目镜，迄个目镜内底看个物件，甲你目睭包着嘛，甚至甲你头包着，所以你看袂着你家己目前的环境。比如讲你伫房间内，还是你电脑头前，你看袂着，你会入去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而且世界反正对面就行过来一个人，就是你的朋友。你两个就敢若真正伫迄个空间内底，离开你原本的所在来去开讲，所以你会使甲伊握手。你甚至有一款即落衫压力伊是规个即个。你的手啊，身躯甲你包着，所以你甲伊握手的时阵，你的手这部分的电子的物件对发出这个信号，互你的手感觉讲，敢若有人握你的手共款，互你甲对方握手就真正握手。敢若有风吹过来时阵，就互你感受，敢若有风吹过来，互人敢若入去另外一个世界内底。安尼敢若很虚幻呢。对，敢若就未来就科幻，所以讲我就歹解释这个物件，这个概念说元宇宙。这安尼敢若不离安尼讲很迷惘，毋是讲安尼无真实，使人袂晓，使人讲这是发生啥物代志，袂晓，安尼啊，是所以怀疑啊，所以就是讲，甲目前有诶真侪技术慢慢整合做伙，因为像 AR、VR 这物件已经拢出现啊，只是讲伊诶即个技术。做到什么程度，有法度做到什么程度？目前还搁伫看，搁伫进步。比如讲，今日你朋友讲，你看我挽一蕊花足芳诶，问题是伊甲你讲足芳，伊有法度甲你形容讲，我感觉敢若像什么芳味？问题是你闻袂着，对无？你目前是闻袂着。当然啦，但是即个设备若法度根据对方诶即个资料信号，重新合成。为你这边合成出一个味，互你闻会着，入去甲你鼻孔内底，共款的即个芳味。
你就原来是这款香味，这是有可能的毋过安尼你无感觉呢？这个世界无真实啦，无错，就是真实甲虚假的物件是完全开始连做伙啊。安尼人会乱的呢，我感觉会错乱的，真的是无毋对，不过嘛无遐紧啦吼。这款结合毋是讲一当两当有法度解决的代志。不过这是未来啦，未来是有可能，伊希望向这个未来去啦。好，我来讲，我会记真侪年前拄来有无偌久的事就有迄个影片传出来，伫桌顶个点菜就出来，敢真是那安尼较好啊，早人免做啊呀。点菜就出来，钱嘛是爱开啦。甲你卡这电话其实是共款意思，只是你透过网络的，伊袂真正安尼播出来。但是伊会这送来恁兜互你抢，你当叫外送就是安尼啊。我知你叫副便当是无对啊，但是咱即么看迄图像是伫你的桌顶直接安尼迄是一个意象啦，就是甲你讲会使安尼做啦。讲后盖啦安尼哇，哎哟，早人好做咧，我爱啥拢有点都好啊。你只要有钱，爱啥拢有。迄无共款，你遮是讲伊袂敢若变魔术呢，噗就噗出来卖啦。我即么讲的就是讲像变魔术安尼点就出来。嘛免叫外送啊，直接你厝内点就出，安尼才好安尼。有一个可能，确实有一个类似的情形，就是有一个物件做3D 列印。3D 列印我毋知你知影无？我知你顶面捌印过，我一个是一个相架，迄个手机架，迄个物件是用即个 PLA 或者一款敢若塑胶的材质做的。你塑胶迄款物件惊烧，差不多60度左右，伊就会扬起啊。伊就有一个敢尖头机器会知影讲伊的立体的程度立体，就是讲你伫咧环佮向顶悬去掠用塌一沿一沿塌起来，变成一个立体一个实的物件安尼。咱内底若莫用即个塑胶的塑料，咱用即个比如讲。会使食的物件，有法度做出来无？当然已经有啊。敢食嘛？会使食，敢毋敢食，这是你个人的代志。但是伊只要材料用的是会使食的物件，确实是可以。比如讲，我若用较简单讲，比如讲用糖浆，若拄着冷就袂个糖啊啥，拄着冷的时阵伊会变甜。这就简单嘛，咱家己做物件先嘛所以伊先为这机器内底甲扬起，甲这糖浆用好烧，跟敢若糖这个糖糕共款，一撮一撮揉出来，敢揉这个起糕共款，一撮一撮塌起，塌成一个立体，一个徛起来的物件，会使食，现在袂使食。不过当然有佫较厉害，像我拄好今日看新闻，伫食饭的时候看到新闻，伊就是当然有伫做肉用印的。印出来，伊个会去分这个所在用较肥的所在，这个所在用较瘦的所在，甲拍较少油少，但是伊会根据这个印出来方式，互伊看起来甲真的共款，而且伊这个咱讲纤维就是伊内底这个安怎讲，肉这个纹理肉的纹路啦，这伫咧环的顶拢知影，单位做甲互你食起来甲真的一模一样。但这块肉是印出来的，所以这都有可能做甲像你拄仔讲的，你今毋是讲你点就向无中生有向浮出来，但是边仔可能一台机器，你伊就开始敢若就起高，你就伫现场就直接用一半，移出一半，互你安尼。空白送出来安尼。你就甲半放起哩伊咧机器就敢咱厝的印表机较大台一撮，等开始就用出来就互你就熟的，使食。即摆是你讲天方夜谭嘛？迄毋是天方，当已经有啊，当新闻内底已经看会到，确实有伫做啊。惊人呀！所以就是即个现代科技啦。当然，即个代志要形容这新的科技，因为目前使用率无遐悬所以。无一个定性，也是无一个咱定义的名词。不过嘛是三不五时，使来开讲一款甲科技有关的迄话题，慢慢互伊变成一款会使使用。应该讲，你一个语言若要爱有法度使用，就是必须要面对新的物件出现。你就爱有法度用即个旧的原本有的这个词，去重新去来定义这个新的物件，去说明这个物件。接受古早有法度物件搞出来。所以咱第一，咱必须要对这个物件有概念。无我想讲是 Metaverse， 你连是啥物意思，你都毋知影，你要安怎去用台语来讲伊。咱若了解伊是啥物物件 ，Bitcoin 讲即个比特币。知影伊的意思是啥物，知影区块链是啥物，你才有可能讲根据即个意义，我会使用啥物款的代志去甲解说，去甲定一个名。讲出来呢，互人听有。是，就算我今日要用
对照华语的方式，为华语来中翻，我感觉嘛无一定讲100%袂使，只是讲第一你翻过来有水无吼，第二就是讲安尼翻过来，反正你别人佫较听无吼，反正咱有条为原文来中翻嘛是一款做法。我感觉这就是你使用台语时啊，我用规篇拢用台语来讲，就是希望讲咱慢慢啊，无共款的新的物件嘛，会使用原本有的台语慢慢去甲涵盖在，就甲概括在内底安尼。互人听的较有安尼，是慢慢大家习惯。讲，嘿，无错。好，来讲到咱的正题吼，咱即个元宇宙、元宇宙吼，元宇宙是我目前硬翻啦，因为无一个我毋知影有新的名词无吼，暂时先安尼翻。无紧啦，无你就是用华语讲，咱一半句啊，因为就是元宇宙啦，我是调讲互大家知影讲，若是照字翻是安尼念吼，安尼要用啥物方法念，这我无意见。对啦，就是因为咱无特殊正经的即个文字来讲，就是安尼翻啦。只是讲对。譬如讲，你若无了解即个概念，我甲你讲元宇宙，甲甲你讲元宇宙，其实同款意思。对，嘿。安尼我规矩我都念元宇宙就好啊。同款意思啊。嘿啦，因为你讲同款，我听嘛是安尼。两个拢是同款意思，即个讲拢无意义。对。嘛是爱解说过较有效。所以咱若有法度真侪新的物件，直接就先用台语来解说。你自然就先用台语的习惯，你都我知影迄物件伫讲啥。捌听过安尼吼。是。后来讲到正题，咱来接续顶一集，咱有讲到即个台语俗谚吼，我每一篇。最近期啦吼，差不多这几十集来，我大概每一篇至少会写一个或者延伸阅读，就是延伸出来一个文章，互大家会使参考哈。延伸就是讲，佫掠出来安尼啦吼。抽出来一个文章，互大家来做参考。那像即个我目前掠啥哩掠？对，掠出来底一个重点，一个概念，一个啥安尼吼，佫讲出来啊，无啦，掠一个概念出来，比如讲咱目前吼接续顶一集，咱即届要讲是头一个是咱伫做白菜肉，毋是白菜肉，西卤肉，西卤肉即个主题吼，宜兰半岛美食的即个主题。时阵讲着，我有写一句话，无伫内底内容内底无讲着，但是我有另外写出来，甲大家分享，甲食有关系，即个俗谚吼俗语，或者即个你应该捌听过，或者猪肝煮汤嫌无菜，土豆八饼，你就知。捌听过无？捌听啦，但是吼无啥去甲注意去甲分析。即句话吼，就是土豆八饼，我较知剩一丝仔呢。其实有另外一款讲法是讲阴生，阴生就是豆豉，嘿。阴生佫可怜啊，八饼佫较少。剩一丝仔呢，阴生。比土豆较细粒一丝仔。阴生毋是安尼讲，阴生有两种，一个是大的呢。嘛是足细粒的啊。对啦。八饼就剩一丝啊。当然啦，嘿。只是讲因为我个人真讨厌食阴生啊啦，所以我无介意迄个味，所以我就是敢若拣土豆，各有款讲法啦。我拣一个我较兴食的。猪肝煮汤嫌无菜，土豆八饼你就知，即句话了解伊的意思无？应该大概有法度理解啦。大概有理解，但是你要叫我解说讲真经，我内底无物件了解解说。我只不过知讲土豆八饼就是讲。应该嘛讲做困咸啊，若食较少，剩一丝丝啊物件。应该安尼讲啦吼，就是猪肝煮汤摕咧食，毋是讲你真正着敢若迄碗猪肝汤啦，意思是讲你爱过去的人，尤其过去俗谚真侪是真久流传落来吼。像猪肝即个物件，毋是你随时要食就食有。以早啦。当大家有当时佫嫌麻烦，唔爱煮。毋是哦，我佫毋敢食。猪肝其实还好啦，吼，猪肝本身其实营养价值袂少，是一个真好的物件。猪肝煮汤意思就是讲，伊甲你办甲遮青草啊，连猪肝嘛款来互你，毋是平常时你要食猪要倒个汤啊太猪。啊，你嫌伊无菜，就是表示讲你食了伤过好啊。对，就是讲你毋知影珍惜，不知足。伤够劲啊。是，所以你若胆都毋知影珍惜，安尼开安尼用吼，佫嫌讲这无够，迄无够吼。日后若真正拄着代志啊，你啥物拢无啊吼，连你等你。食一顿饭，你就爱土豆掰一饼来食，做一顿当做配料的时阵，你就知影，你就知迄个艰苦是啥物吼。说猪肝煮汤嫌无菜，土豆是土豆八饼，你就知吼是，其实是即句话啦。吼，咱之前伫咧讲即个西卤肉的时阵，咱就讲夹心肉甲姜夹肉，吼，咱之前嘛佫重新提起过。伫咧讲即个糟饼的时阵，吼，讲糟饼的时阵嘛佫提起着讲即个姜夹肉甲夹心肉的差别。所以我就想讲想到即个猪肉吼，北内就想到讲猪的北内就是猪肝即个物件。猪脑你有食过无？有啦。你食起来啥物感觉？伊吼还不错，还是看人
个人的感觉啦，个人的感觉啦。我是觉得还可以，无讲特殊介意啦。我其实捌食过一间电脑，伊迄就是白白安尼吼。我毋知你摕到的电脑是已经是完整还是小可有处理过？因为之前我有市场的摊商吼送我一副电脑，就真正完整整一个脑，就敢若看人脑，你知人若你个头壳个拍开内底是脑一副安尼吼，一副电脑安尼。无，阮食迄是人处理过，煮汤啊啥。我家己亲身处理。哎哟，安尼敢食咯？切一副都给他看一个脑，就是你真正是看迄个电视顶，甲看会到迄落，就是真正一个脑。你敢食？我就想，你摕这好，我要安怎处理嘿？我个歹势人都送我，我嘛确实毋捌食过电脑啦。我讲这是要安怎料理哈？伊就讲这就简单，你就比如讲，你用吹嘛可以，就敢豆腐的口感，或者是你甲卵做伙处理嘛会使，做伙煎安尼嘛会使。好啦，无我来做一个烘蛋，烘卵安尼。所以我就是甲伊。其实电脑内底因为一个模仔嘛，跟人的脑共款外口一个模仔，所以你甲卵拍做伙时，你会慢慢有出现一个模仔，你要甲迄个模仔甲建起来。一个模啦，你甲挑掉，甲建掉安尼。像咱若拍卵有些嘛有一个就是安尼筋，嘿啦，无像迄筋性啦，迄个无，但是伊是外面的迄个模仔啦，所以小怪怪迄个感觉。但是就是反正你甲建掉了，内底就敢豆腐的感觉，对，白白的，拍线，甲煎卵拍线了。摕来用煎的，用较厚一刷煎一个烘蛋，其实袂歹食。袂啦，阮食是小可有一款特殊的味，但是这就是看随人。在人感觉，有的人感觉会使，有的人就是无法度接受。但是我家己食经验是讲，其实袂足奇怪，口感就敢若豆腐，对啦，较杂的豆腐。对啦，其实还好。是吼，阮是办到迄去食迄酒上有写有伫迄落汤的内底，毋是讲特殊安那迄落啦。甲你嘛袂去买迄啦，哪有可能？我袂晓煮食诶。对，顺续趁这机会来讲一个，这内底有几个事吼，甲会使用宜兰腔来讲，就是这个。来你讲。第一就是上我讲上出名就是煮这个字，我都要念讲煮饭诶，煮菜，煮饭。我都要讲地瓜煮汤，比如讲，我定定会讲我伫。节目内底我原则上尽量无用到足重的宜兰腔，当然我的腔嘛是带漳州腔较重，但是无用较侪宜兰腔，这小可有一寡差别。歹势我不要讲。但是比如讲啦，这内底你念，我就是讲地瓜煮汤也无菜，但汤这个字袂变，真正这个音会变，但是这个所在是无变的。虽然是地瓜煮汤嫌无菜，这时就会安尼念。煮这个字，咱就讲我当煮食。对，我知我煮食。真正我当煮食。但是一般啦，台湾大部分的腔不管你是我漳州腔、我泉州腔，大部分拢是用煮。可是正漳州腔嘛是讲煮。因为这是真你会使去比对看卖，真侪字吼，伊若是有两个发音，就是u甲伊的结尾的发音的时阵，大部分漳州腔就是念伊，泉州腔就是念u。若是只有这两个发音的情形，比如讲煮，伊基本上就是这个漳州腔就是念煮，煮就是伊啦。但是因为台湾大部分所在的腔口主要是漳泉南，也就是讲。有的词伊会用泉州腔，过去的泉州腔；有的词用过去的漳州腔。那比如讲“煮”这个字，大部分台湾的使讲90成以上拢是我泉州腔用。所以拢讲煮的，但过去依然保留咱讲漳州腔足重的，所以阮过去你若听老岁人讲，伊讲煮，尤其你市场定听，我要当煮食，我那边要当煮食，伊就是你讲，真侪人可能拄开始来伫依然你会听无伊伫讲啥，煮食吼。过来咱当讲我要当个煮暗顿，暗顿，我暗顿也袂煮。我其实我真个已经，我白讲，我伫节目内底无讲依然腔，就是你会听个大家会足。听无毋是讲个我你叫我讲，我真是嘛袂晓讲。有啦，有诶词咱嘛是还佫会去使用，比如讲，咱当讲着煮食嘛，吼，煮料理吼，当讲台原本诶腔吼，物件冷去了，咱来安那，要食时要甲用互烧嘛。豚烧，咱依然讲豚烧，我即摆讲伊甲你讲豚烧，我是讲汤。
对对，其他所在说你甲小吞一下，但是依然讲你甲小吞一下，你甲吞一下，吞了烧啊，这个物件吞了烧一下吼，但咪够法度食吞，较好食啦。但是无你冷死死，这就是一寡用词的差别。那原则上你若要想讲那这个词毋知漳州腔安怎讲吼？你大概也听问宜兰人、老宜兰人，伊甲你讲，因这细汉的款啦，就是自细汉就是讲台语，或者是较有会的人。我想大少年人可能较毋知影，但你若是较有会的人，伊念出来大部分就是真正加真话漳州腔。对啦对啦。所以我定讲，譬如讲我会讲头腔、分享，你即马讲头腔，我会讲，我有去听着吼，家己迄方面的人有安尼讲，我迄个伫个 house 内底，有一个家己就讲头腔，我去想着，你也毋是住遐哩啦，所以你就会使知影，我毋则讲。我是安那定定讲漳州腔、泉州腔，毋是讲咱甲中国爱有偌济关系，是安那？你是讲为即个腔口，你会使大概也知影伊的比例，过去即个所在的人口比例，伊啥物款的族群较济，嘛影响到伊过去的生活方式，这拢是有关系。所以讲即个有比如讲。家己，比如讲，我只要听到伊讲台语，虽然甲宜兰腔无完全共款，但真济所在较相像、较相像、较相活，较活诶。我听起来袂感觉讲到位我会特别注意到无共款诶，迄就代表迄个所在过去诶漳州腔带较重。目前台湾我拄过吼，漳州腔带较重，而且甲宜兰上活诶，就是家己。对，我有发觉。海口咱莫讲，因为海口主要是泉州人诶所在吼，所以做生意就是即个对外贸易诶所在。海口咱就先莫讲，你若像布袋啦、埔子啦，迄边都是咱先莫讲。但是若是我略诶，即帮你个民雄、家己市过去做土仔城吼，像遮个所在。因讲出来的即个台语，就是甲宜兰较像，因为遐大部分拢是漳州人为主，过去是漳州人为主。所以我定定伫讲漳州腔、泉州腔，毋是伫讲你的来源安那，而是伫讲台湾无共款所在即个人口的即结构、人口结构，会影响到迄个所在的腔口，嘛影响到迄个所在的历史。所以毕竟我即个主题就是伫做即个台湾在地一寡风俗啊、历史啦、民情啊等等的物件，所以即个物件是一个判断的方式。大家听就会使知影讲，伊可能是啥物款的所在，或者是伊过去的，如果像咱。前几工拄着迄个例是，伊本身台语是伊是台北人，但是我摇袂出来伊是台北人，是因为目前的台北无即个腔啊。伊的泉州腔真重，已经少起来。泉州腔要足重的，应该是伫即个鹿港为主，还有一寡海口所在啦。但是无共哦。但是伊的腔国甲即个鹿港的泉州腔无共款，因为泉州腔佫有款，较是较活即个安溪、东湾即款的腔口。不过我完全无料想着讲伊是伫大稻埕迄边吼，但是这就是因为，这就是因为当伫台北你遐泉州腔剩一丝丝因为你要听着台语就足困难，更何况是讲即个要听遮重的泉州腔。迄就是因为伊真早就离开，所以伊的台语过去敢若对老母学，伊离开了，就无人甲伊讲台语，所以伊就留着是咱顶一集嘛讲着即件代志吼，就是即个原因，所以。为伊的腔口，为一个人讲，因为母语，伊若是你的母语，重新学的，迄咱就莫讲。但是台语若是你母语的人，听你讲话的腔口，这是改袂掉的。你的原形毕露，你的你讲，你出原形，你尾你就看会出，这个句口就会说出来吼，就是毋管你安怎难，加减会难，但是有一寡特别的音、特别的词，你嘛是打开啊，改袂过来，你卡袂掉就走出来吼。比如讲。定定有个音是u 甲 e 伫分的时阵，就是我自然我就会先经 e 即个音，就是因为我漳州腔较重，就是即个原因了咧。像咱之前讲，我一个朋友在台中嘛，伊即马过来遮嘛是共款，过迄个台中腔，伊台中倒位我无敢问啦。20-30年你嘛改袂掉，我拄着是嘛是安尼啊。我遮嘛是安尼，我嘛捌两个嘛是其中一个来已经等个80外岁啊，老岁仔人。一听伊讲话就讲台中人，台中人，迄腔一听就知影台中人。台中人佫一款无共款的，因将专南了南出来无共款的音。我这朋友就是吼，伊的音吼，甲人拢无共款。人台中人嘛无即个音，即口味即重啊。他嘛较南啊，伊就是保留落来。应该是啦，因为所以讲伊拄过来嫁过来，这时讲拢无啥敢讲话。袂啊，袂啊，袂啊。
嘿，泉州差足多啦。泉州本身因为泉州是足大啦吼，但是泉州府迄边本身是的音较重，毋是的音。所以比如讲咱我想看觅。日伊嘛是咱过来讲咧日。比如讲，咱讲要去，吼，台语咱的习惯讲要去，吼，但是是要去，要去倒，印度的即款讲法吼，为伊的口音其实会使知影伊的过去，即个口音是受到过去的即个人口的组成有关系吼，嘛代表着即个所在过去的历史，所以我定定伫讨论口音、讨论腔口即件代志是即个想法，尤其是过去咱讲。华语伫教学的时阵，因为华语为大嘛，过去华语独尊的关系，伊敢若教你一款，就是你爱安那念统一嘛，加敢若有所谓的台湾国语，迄是笑咱讲，咱讲了无好，无标准。对啦，就是讲无照伊教法的方式。但是你袂讲腔口即个代志。当然，不要去人做嘛，别安尼讲。你这是台北的国语，这无这代志，无这个华语。迄当做嘛，别安讲。咱有些吼区域性嘛是，区域性也很重要。不过。母语无共款，像台语、客语等等拢共款，就是讲咱会有家己地方的特色。即个语言甲华语留落来无共款是，华语是伊做一个物件，互你大家照即个规矩来吼，这算讲一个游戏的规则对。但是母语尤其像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这是等于讲已经变成在地发展出来一个语言，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所在大小无共款。比如讲甚至连中华好啊，中华有一个所在叫做延镇，永靖嘛，伊念做延镇是永靖。我有一个朋友，伊就是安尼，伊就一个足特别的个腔口对无？就算是一个关内底佫无共腔口，所以练鸡仔变练练等等，吼，因在那念，是，所以你就使知影讲，即个母语，咱接受母语，伊其实代表是即个语言本身背后足好耍的历史，足好耍的在地特性甲故事，这是华语内底无的。虽然的腔口无共款，你甲即马甲而且若有法度保留是上好，无一定要大家拢讲共款的讲法。对啦，趣味就是讲无共款，就是因为即个才趣味。咱对语言的想法，爱有新的。看法就是讲，无一定爱像华语讲，咱是统一一款讲法吼。教育部定的什么规矩，无一定需要安尼做。迄就是讲考试实在有需要。我发现一个问题，好，那既然去讲问题，问题，我讲问题，问题是即个，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对是即个泉州腔，因为共款。A 甲 W 敢若这一个字，敢若这两个音的时阵，A 是泉州腔底用的 ，W 是泉州腔底用的，大部分啦，比如讲鸡、洗鸡，洗鸡，你要去洗鸡哦，还是讲这个买一只鸡，买一只鸡，我这是鸡吧，所以这念法都无共款 ，A 甲 W 的音，当然大部分台湾这个 A 的音。较占优势吼，大部分拢江泉人嘛吼，即个字大部分拢是我泉州腔较济啦吼。这咱先无讲，我是讲，我发现问题是讲，咱等下要过半点钟啊，但是我敢若讲一句俗言尔。我今日你先看嘛，咱就随机应变嘛吼。咱时间有限，所以我今日先来讲下一句啦，下一句或者这句是伫讲即个鸟神将军庙，会记这篇故事无？就是讲头城遐，为伊转代为拜鸟神的将军庙，叫将军庙。啊，这个故事跟鸟有关系，叫做半壁吊肉，鸟跋死，看有食无病相思。就爬起来食，结果跋倒来，跋一倒就翘伊啊。就是莫搁讲，等下搁哭。大概可能我莫甲这名讲出来，歹势。迄个字我帮你避掉。无啦，就是最后是伫讲即个故事上讲到鸟仔的代志。那当然大家上了解就是讲即个死鸟吊树头，死狗放水流吼。但即个典故，咱伫咧即个下一集就是鸟神将军庙分两集嘛。第二集的部分都有讲到即个故事，讲啥会是安尼讲吼另外跟鸟有关系的代志，就是咱讲看鸟的无点，即句话嘛，应该有听过。但是鸟的跟鸟是无共款的物件，大家定定会误会。有当时敢若大家简单讲明看鸟无点，其实毋是，是看鸟的无点。鸟的就是即个
意思讲看不起了，很妖妖的啊就等于讲较无较好看的物件啦，但是甲这无关系。咱回头来讲，拄仔讲的即句话，即句话我念一解，因为即句话无好念，叫做半壁吊肉鸟跋死，看有病无病，看有食无病伤死。我意思是讲，你若知影饲过鸟的人知影讲鸟就够跳的对无？就够跳悬，弹性就好。嘿嘿，问题是你甲肉吼吊伫壁顶吊悬，伊看会着，伊搁较够吊嘛吊袂着，吊袂甲硬袂着，食袂着肉的。伊袂着，为伊要哪你家考试？对，所以伊就一直上，啊，搁食袂着足艰苦的，嘿，就敢若人看有食无，甲伊一个查某囡仔，就别人下，就是人就对你无意思看有食无病伤死，就是用即个猫仔看肉看规半步啊，已经遮够钓，才有才钓，佫食袂着肉，迄个艰苦，迄个感觉。能力这么好的人，佫竟然处袂着。是，所以甲摕来形容人就是用动物来形容人的感受因为咱大家一看到猫仔伫上规半步摕食袂着，就知讲已经心情真歹啊！我到猫嘛拢安尼，所以你要讲摕即个方式用动物来形容人的特性。我过去其实伫咧大学时，伫外口睡厝，租房子都睡厝，伫外口租厝诶，即马讲较紧啦，讲睡厝啦，主要就是睡。咱过去讲睡厝。嘿啦，租厝是直接换钱嘛可以啦，你看听有我讲，毋是讲袂使新的物件，我会去接受啦吼。即个伫睡厝的时阵，就是我住迄所在吼，因为就当时就是伫咧面向，空间较空旷，外口一个亭啊，然后这亭啊，就是边仔有一个即个机车坪，你停机车的所在。我就有一工要去看机车行出去，向看一只猫啊，喙来夹一块这腊吧，腊肉这样，就完完整整一大块安尼嘛真辛苦，甲安尼够走安尼。毋知是厝头家也是想家己做腊吧，厝头家无甲阮做伙大，但是迄个所在较好拍，迄腊吧爱拍，所以做腊肉嘛，伊就个吊伫阮机车边遐，规地回加落来，加落去涂骹，加咧就走去啊！我想。这个经验我头一摆看到讲，哪有人甲肉吊伫机车边啊？猫仔看拖去这可能伊也住台北住较都市的人，无一定有看过这款情形。因为我迄时阵伫家己边拢往来田，家己过去拢种往来较济，有机会来讲一下啥那家己种往来。但面向迄个所在就是大量，就是种种即个往来田啊。我大迄间都是伫田中，就看一只猫仔咧甲肉捡起来，甲加起来，加起来，我想哇，够厉害！加起来一枚机车边，讲 A 嘛无偌 A 人爱有好多出去被去扣掉。用机车来贴起你啊！对，无错。对，这机车，机车拄啊，互伊做点安尼。我伫想是毋是即个厝头家都钓迄块肉的时阵都会选大家拢去上课啊，机车拢无伫内底，看想讲钓遮悬悬啊，猫仔嘛夹袂着。像这样，大家可能下课等下机车顶都好贴伊遐贴一下等一下，小安尼打一个就去哩啊！因猫仔弹性遮尼好，对，所以都规地好好去啊！这就是真趣味的一个经验啦。所以拄你讲一句，即个半壁吊肉鸟跋死，看有食无病伤死的时阵，就是想，迄是我头一个想到就是这件代志安尼。你要念看卖无？用过你念说念袂出来。壁什么壁？半壁吊肉鸟跋死。鸟跋死过来看有食无病伤死，是奇怪咧！我今日敢真无顺咧，拢念袂好势。你毋若惊真无顺，你惊一直拢会甲头开，所以你会卖开收音，我毋知我到时候是无啦，因为今日迄个脑敢若无介好。今日较无爽快。好，我今日来结束。我搁剩我搁讲一个就好。咱即个三篇拢较长的。咱顶一集是讲，我会记讲4句吧。即个换3句就好。其他咱都以后有机会搁继续整理一段时间，整理一届安尼甲大家做一个报告。过来是拄好进行伫即个城中城大会，高雄城中城大会时阵，咱就出一篇即个维尼康大会甲第一广场的幽灵船，有印象即个算讲是我嘛头一届伫咧讲即个都市传说，都市传说、都市传说，较现代的故事。但迄个时阵有讲着讲，因为即个维尼康西餐厅其实附近差几百公尺啊，都有一间消防局，消防局啊，消防局就是即个消防队就住伫遐就对啊，非常之近，
问题是同款烧成安尼，烧到对烧死吼，人就死的紧人。嘛是安尼，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想着即句话吼，甲有甲大家分享，做近山草无茶，近溪淡无水。安尼讲哈，近庙起神，对，差不多意思真意思真话但是我有另外一款讲法啦，其实我较常听到的讲法，这是因为网络顶悬，我伫下进前有小可过去网络顶悬做一个调查，那我其实本身家己捌较常听过的是近山草无茶，近溪大无船。近溪大无船就是讲安那哈，近溪大同款意思，拢同款意思啦哈，是钓无鱼嘛。所以嘛有人来甲我讲阮遮敢若拢讲近溪大无船，讲对，我听着嘛是安尼。不过你若是去网络顶悬看，大部分是写淡无水当然讲实草无茶甲淡无水是较对比的较近较像啦较对比。不过我家己听着嘛是大无船这是先互大家了解一下即句话其实就是你讲真济代志真侪物件是你离即个资源愈近愈出问题，你颠倒会伤过去甲无注意到，是这当时我头一摆我听到即句话的时阵，是我过去甲比较大意，没有那么注意。是我伫带志工志工，我伫带志工伫甲因开会的时阵，有一个咱的长官过去一个长官来甲我做伙开会，就学到一个大志一个志工大志就讲，你逐工接触迄什么物件你一定对什么拢就搞做什么代志的安尼什么代志我已经袂记哩即个大志就家己嘛歹势就回一句讲，无啦，我近山草无茶，近溪大无船啦。近溪大无船，但是我即个长官其实无啥会晓台语，所以伊想伊伫讲啥什么船，甲船什么关系，甲山什么关系吼？伊问即个志工所向嘛，毋知要安怎甲讲，袂晓甲伊解释，所以伊就走来问我讲这什么意思？互伊一问我嘛向说讲去，毋知要安怎甲应较好咧，要安怎回答？所以我想安尼简单讲起，你看字面嘛，大概会使了解意思讲，住伫溪边的人，定定讲我随时有水通使用；住伫瓦山的人，定讲我若要泡茶来香这个茶要生火嘛是永远拢用袂了，迄个感觉。所以你若拥有这资源，你有这资源，但是毋知影要去珍惜，毋知影去即个好天爱即雨来娘即款代志。你若毋知影即款的无即个想法定定发生一寡你想袂到的原因。颠倒遭受到即个资源无够，还是无去的即个问题。你想讲永远拢有金山食袂了，食袂空，对无？但是你无去做等下想尔哪会发度？比如讲你即个住伫山边上，永远通泡茶好，即咱山顶一起火，规片烧了你是要烧啥？我个想着到要来就袂赴，人已经做完去是，所以就即个俗间。即款当然，即个志工大志，即志工大志安尼讲是，算讲自谦啦，谦虚讲无啦，我这是无遐落啦，谦虚啦。虽然逐工伫做即个代志，但都是较无遐无遐高谦虚啦。我这是普通啊尔的意思啦，这等于摕来形容家己选，一般是用来自谦。嘿啦，就是谦虚的意思啦。那一般伫形容代志就是像咱讲，像我较早细汉时大即个离夜市较远一寡。我大概有夜市每礼拜六，阮迄时阮这是每礼拜六夜市嘛。我就骑脚踏车啦，还是叫人载啦，就逐礼拜六拢要来踅夜市可我搬厝搬到离夜市足近的，你散步去就会使毋知偌久才轻无兴趣人够济变大，真好笑对就是安尼，伤近的就无，敢若袂去珍惜。这就是咱讲近山草无茶一款讲法的意思嘛，讲嘛是讲离你遐近，你电倒都对，袂讲实在就是讲无珍惜啦。你电倒袂想要珍惜，袂讲遐宝贵啊，啦，贵重啊，当然也无啥，爱来就来啊。结果就无。我这边写伫即个 Facebook 顶管时，真侪人甲我回应，你知影讲，伊都拢会记咧。我讲恁有即款经验无？大家拢有即款经验，真趣味的经验，就是讲有像这近庙起神，共款意思。你明明即个信用款内底就是我，过去我反正住较远外远，我嘛爱去甲拜一下，逐个月去新面甲烧香甲拜。就虔诚啊！真正住到庙边佫嫌差咧。有闲甲去啦，逐工只隔壁尔，随时嘛会使去，随时会使去，就是随时拢袂去。对，咱现在是讲咱去爬山倒来人山苗圃是。伊遐厝边的人，我讲你们去，
我当看较神啊，伊就袂记嘿。是，就是安尼哦。等到第三不高兴，就去爬这山啦，吼，行这山路啦。骑机车过一个路程，20分呢，才会去啊呢。就阮朋友来讲，阮当时吼，就一个人去人山苗圃安尼，人山遐爬山呢，伫念啦念，人就跟来就变单，无啊，像你对我讲，就近溪钓无，近溪大无准，我讲嘛捌讲钓无鱼嘛可以，伊概念拢共款，拢意思拢共款啦。近山错无差就是安尼。见庙起神，愈活愈笨蛋。大山内安尼，即个空气足好呀，嘛是安尼，逐工对。大山顶个人都毋是安尼想，你遮风景够水啊，逐工看嘛是安尼啊。大家即个心态，因为你人话就见庙起神，简单讲，即个态度就是见庙起神。无啦，你像讲咱家己遮就会讲，宜兰吼好所好在，山好水，安尼接一个好无聊。好无聊是咱家己本地讲，好山好水好无聊，但是人讲，袂咧，很好玩咧。你就哈那来就很好玩啦。看别人的环境哈啦，对啦，别人无较水。国外的月娘都总是较圆。对啦。这就是咱都讲近山错无差，近溪大无水，还是近溪大无准，拢可以。这嘛是真趣味的一句话，而且是事实上生活定发生的代志。这足接的。所以嘛，欢迎讲大家你若有即个共款的经验吼，比如讲你搬去大是住大吼，附近一间足红的足有名的店吼，我较早去向食。当拢歹啊！有当时就就情形。你嘛前捌听你讲做伊游泳池伫因边啊，还是讲伊公园住伫公园边啊吼？你就通去遐运动，真好势。大家讲你随时拢会使去运动，够好诶安尼哦。捌去过，搬去遐都捌去过啊。无讲，无啊，逐工看无啥。真侪人，比如讲你若买厝买啥，想我买伫公园啊边啊，讲公园啊边啊，都随时会使去散步、食饱、运动一下。毋捌去过，搬去遐都捌过。所以你若为着家己健康，想讲。你看嘿，小可有一撮，袂讲足远，但是个小可爱费一撮然后甲去，爱费一撮时间你电都会愿意去，我甲你讲，这个心态足特别咧。人的心理有够奇怪，庙起神的心态，这个想要今日就讲3句就好，因为其他咱老太以后有机会再继续讲。我就一段时间甲收集起来哈，因为我都是固定，你若有兴趣想要先知影吼，毋是用听的版本，是你愿意看字看图，我伫咧即个 Facebook 甲 Instagram 顶管拢会甲大家分享吼，每做一集原则上拢会个搭配一个即个延伸出来先内底抽出出来一个概念，经济内底可能某一句话，还是某一个想法，我会去想讲，甲一个即个俗谚，还是个客家话俗语来做一个搭配吼，我会个做一个说明。不过迄字拢较长啦，吼，我伫写文字的时阵，我字拢会写较济。你若有兴趣，你想要先看、先了解，无想要等甲听的是，因为我一段时间我甲伊整理一解，我甲伊摕来讲一解。先看一你若想要抢先看，抢先看到，你就会使来追踪，不管是Instagram 还是 Facebook， 你用说找亚特聊聊天，你拢会找得到，就会使先看到这相关的物件。当然，只要有机会，我嘛会甲整理成声音的版本，因为至少你会使听到讲，这念是安那念出来的。好，尤其有的事，因为我后壁我目前无讲到，后壁有宜兰过去在地发展出来俗谚。当然这我都即届无个讲，我念即届互你听无要紧，但是我都无个解说即句吼，或者鱼若做无路，就用新鲜度。鱼做无路，新鲜的甲你倒。毋是即个意思啦，当然我都无个解说的意思，后盖有机会再来解说吼。但是就是讲像即款话，有的是即个腔口会较我宜兰腔口，因为这是宜兰在地发展出来；有的是某几个字，像咱有讲到记即个字吼，即个头一句我就讲到记即个字吼，毋是注就是记。顶我调工会用一寡小可有我宜兰腔的方式，嘛甲大家分享，较无共款的生活，无共款的讲法安尼。就是互大家会使做参考，帮做参考安尼所以咱就这一集已经伫要50分钟。我本来想讲，敢若讲3句应该足紧的，想要讲。等到头前你讲即个甲语言有关系一寡概念啦。你无讲做，你今日是来乱，你讲说今日是来乱的。袂，我就是安尼互动才好生，我较介意有互动的感觉，有一人讲。当然我嘛是一个人对麦克一直讲话，但是我认为有开讲的方式，有人甲你拍灯，你会有无共款的回应你嘛使互对方回应是较好耍的，因为我频道做聊天啊嘛，就是讲来开讲，叫你来开讲啊，你搁敢若一人讲就无意义啊。纯粹是要开讲，无讲特殊讲要教育什么物件啦，咱毋是伫上课。我若一个人讲，大家敢若负责听。
迄叫做演讲，迄叫做开讲。毋是你上课，你来讲演讲上课吼，我无要教大家什么物件，希望大家是伫即个过程中听物件互动。虽然你无法度直接伫咧声音内底甲我互动啦，因为咱毕竟是用录好来听的。可是你会使伫无共款的平台留话互我嘛会伫咧空中留话应该较会晓吧？你会使想好你要写啥，你要讲啥，我嘛会伫即个空中嘛，袂使讲空中啦，伫你手机内底，伫咧电脑内底，伫咧耳孔内底来答复你，来甲你网开讲。咱虽然开讲毋是即时的，随时来回复你。但是嘛有无共款的感受啦。阮这是拢随时变化，完全无套做的，无套教的啦。我每一届要开喙进前，伊拢毋知影，宋记拢毋知我要讲啥。就随在伊来啊，我也无咧惊。安尼才会自在，兵来将挡，水来拖。我讲毋对嘛，袂要紧啊！你若有问题，你等下甲我讲，袂要紧啊。时到时当无必才做汉字汤。所以讲吼凊彩帮听帮讲，安尼就好啦。自在自由，快乐。无错。所以我要来做一个结尾啊，同款的即个结尾，毋知影大家对即届咱的即个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解，我即届调工念足慢的有无？有啦，无今仔飞机未摆好，我已经去足长啊，无差这呀啦。这一集的内容听了你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 留话互我。另外嘛会当到 Instagram、Facebook 找找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安尼咱这集就要结束咯，拜拜。拜拜。